巴士子，今日搬啊，一陣間搬啊。八腳係巴士個女嚟嘅。嗱，巴士。咁啊，琴晚好在可以揾到佢哋兩個，最難捉嘅入咗籠先，咁今日應該就會好啲啦。有其他媽咧入咗嚟啦，出邊喺度執嘢，小傑、媽，呢個係俊嘅 pet， 同埋仔，入邊我估應該係小禮，唔係喎，小禮喺呢度，邊個啊？小雙。小希、小月、暴龍、Lucy、小飛、小桑兩兄弟，仲有小慧、康仔、大吉。睇下呢個肥後尾，就係天獅仔、波波、天天，仲有健仔，健仔去咗邊啊？健仔，返嚟啦健仔！我相信健仔康仔適應新貓絕對冇問題，應該係最快嗰兩個添。